比较小声。黄色。来，弟兄姐妹平安！来，我们一同起立，来向我们的神现在敬拜赞美。首先，跟你的左右前后邻居来有眼神的接触，问候平安。排长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宣告神的恩典降临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阿们。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，重担都变为轻省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，依靠全能神。全能神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拍掌，将一切颂赞荣耀归我们上主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是的，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。
他超越了人性的一切的爱，因为他为我们死，也赎去我们一切的罪，他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爱，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使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大爱遍传全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，不单单歌词上的敬拜，我们内心也要思想，跟着我们歌词一同来为主献上敬拜赞美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爱，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使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。唯有此生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。再一次宣告，唯有此生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
将你的爱遍传，将你大爱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是的，主啊，当你找到了我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儿女。从此，我们生命总算有了目标跟方向。我们不像世俗人，没有信仰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因为他找到了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跟脚步，向主的目标来迈进。因为我们从他而出，有一天我们也会回到他的身边去。当你找到我，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柔美，你要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。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允许不要动，自始至终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当你找到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柔美，你哪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。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允许不要动，至始至终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
途中，当你找到我，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，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，你允许不要动，自始至终永不落空，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当你找到我，接下来我们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献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献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。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，贫穷者已曾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，贫穷者已曾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每日的保守与带领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坦诚我们的罪，因为你盼望你的儿女真心的悔改，离开过犯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严肃的看待罪的问题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忏悔的心，帮助我们内心的反省，是给我们有一颗反悔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用主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你而来，我们甘心的乐意将奉献摆上，是要让神的家有粮，也用在所有的事工上。求主祝福悦纳，也祝福我们日常生活足够福恩满意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祈求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我们来读本周金句，
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32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而是要招坏人悔改。路加福音5章32节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而是要招坏人悔改。路加福音5章32节。接下来我来报告。首先，我们3月30号要来做清明追思礼拜。那如果说你有要来保留这个继续追思的故人，那请在我们49号这边1楼的公布栏签名登记。那如果你要新增追思故人，也请你填写追思卡，然后交到干事室，然后就是到3月23日截止。那接下来3月12号星期三的10点半到12点有松大的讲座，那讲师是主题是拥抱退休后的幸福，那讲师是沈美华老师，也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然后，那我们在4月19号有这个举办嘉南杯桌球热身赛，那即日起开始报名，到3月30号止。那如果获胜的选手可以组队参加8月30号的锦标赛。下一页。那我们还有举办这个欧趴快闪的活动，在3月22号的星期六跟3月23星期天，中午用餐的时间4点后，然后在332楼的楼梯口水利大楼外面，然后各时段需要5到10个人，然后来请向结余执事来报名。然后我们我们举办一个春丽嘎哇的一个福音的茶会，那就是先请各位来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想好3位你想要邀请的非基督徒朋友，那再来第二件事就是来跟小组长来领代祷卡，然后再来就是在代祷处填上他的名字，然后再按照卡上的内容为他来祷告。下一页。既然我们60周年全教会的一个退休会是在5月17、18，然后在古坑来举行。那我们有补助会，就是在集在嘉南教会的会友有每人500元。然后另外现在我们也有释出了4人房，总共有23间。作为2人房的住宿，那1人是4300元。那欢迎兄姐来踊跃报名参加。那补助款的部分会在出发的当天来核发。下一页。从3月9号开始，我们每主日的10点半到11点20有圣经漫谈，然后在703的教室来举办。那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参加。那第2季的纸本新年光，也请小组长来赶快来统计需要的数量，在今天就是3月9号前回复，然后回复给全家领执事。那我们3月15号的早上10点，在49号2楼的礼拜堂有举办这个黄瑜安弟兄与许玉婷姐妹的结婚礼拜。愿神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。我们先跳过我们先来生日的活动，为3月的寿星来庆生。那我们请3月的寿星来，请起立，然后请站起来，然后我们来为你们来祝福。周报第2页有我们3月寿星的名单，总共有55位请来到台前好不好？来站在台前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站在中间点，祝你生日。
星们。好，那今天有一位是今天当天的寿星是义敏，好，义敏，还有当天的吗？好，那义敏那义敏要当爸爸了在6月份的时候要当爸爸。好，所以我们也为这些寿星们来祝福。好也特别请义敏的太太也来台上好了。好，也为那个太太叫做慧琴，好，慧琴6月要生产好，也为他们全家来祝福祷告。好，我们拍手来，站在义敏旁边，来，好，我们一起举起请大家举起我们手来为这些寿星们，好，为他们来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为3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来祝福，感谢你带领他们，也求你祝福他们在生日的这个月份，这1年当中，出入都能够有平安，都有神的同在，能够满有上帝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义敏即将要成为父亲和慧琴即将要来生产，也求神你祝福他们在这段期间，也求神帮助我们同行在主的面前，献上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！拍手来恭喜这些寿星们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请坐。接下来我们来报告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复活节踏青的宣教的活动，是在4月20号下午会来举办。那这个部分我们请嘉硕长老来为我们做一个补充报告。各位弟兄平安，平安。我们在4月20号这边有一个复活节的踏青的宣教活动，那这个是全教会60周年的活动，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。那我们这个费用呢是100块，那3月23号前报名的优惠价，因为我们这一个呢，我们原价大概是600多，我们现在只要成人100块，然后130公分以下的小孩是50元，90公分以下的小孩就是免费，但是我们就没有赠品。这样，好，下一张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当天的行程，大家可以参考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到那边出发，然后我们会到春天农场去集合。那春天农场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就是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十字架的图？我们所有的人要排成这个样子，有一个空拍机，要拍一个属于我们迦南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样，所以我们要去空拍这个图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，然后之后再有牧师时间这样子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分2组，就是有一个虎头山组跟春天农场组。这2组呢，分别就是说，春天农场组就是给腿脚啊，或是行动可能不是很方便的人，没有办法去爬山的，就留在春天农场。我们当地有一些活动，请大家参加。那大家身体比较康健的，愿意去爬山的，我们就会去爬那个环保公园，爬到那边去。那到环保公园那一边呢，也是会有活动，也在那边请大家一起参与这样子。所以说，也就是希望说，我们在那边我们会有给各位毛巾、纪念毛巾，还有餐盒、矿泉水。另外就是说因为在春天农场，我们会有100块的月换券在里面，所以说可以用100块去月换春天农场里面的东西。所以说你们要报名才有这些东西。如果说你们没有报名，那当天临时要参加，那不好意思，那个春天农场的门票150，然后那个餐盒可能就没有，那100元的折价券也可能就没有。那毛巾应该会给你那光毛巾那一条就300块了那就是所以说希望说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。然后这个周报这边有个 QR code 的扫进去，你们就有这个活动的选项，那就请你们报名。OK， 以上。那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？有没有新来到的来宾？我们来欢迎你。好，没有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下一页，来读圣经。等一下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第27到32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收税的人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关上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利利未未就就撇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，许多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宴会。有些法利赛人和属于他们一派的经学教师，向耶稣的门徒埋怨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跟税棍和坏人一起吃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，而是要召坏人悔改。”接下来我们来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“悔改的罪人”。悔改的罪人。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带领我们主日能够在这里聚集，也感谢你赐下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春天来临的时刻，万物复苏的时刻，让我们的身心灵也都能够复苏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在迦南教会的60周年各样的大小活动的预备，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从昨天早上开始，我们会有46天的共读路加福音，一直到4月22号，那也是在复活节后的过2天哦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路加福音有很多是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的部分。马太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王，马可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仆人，而路加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人，而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。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就是写给当时使用最多希腊话的希腊人，让他们能够用当时的人能够来明白耶稣是谁，像我们一样。而路加福音呢，它的主要的经文key verse 就是在19章的第10节啊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主要经文，请：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你读路加福音，要抓住这一卷书卷，它是要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是用人的身份来到世界上，而他要寻找的人呢，是那失丧的人，要找到他们，并且要拯救他们。所以他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耶稣跟你跟我很像，他在我们当中，好像是我们的弟兄，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同伴一样，带领我们。而他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这3卷书呢，会有重叠的地方，叫做符类福音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。符类福音，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深色的地方，就是3卷书呢，有相同共同的地方。而这符类福音呢，让我们看见，他们是3个不同的作者，可是都记载同样的事情，而且在记载同样的事情当中呢，只有它所代表的意义和目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也会对照马太和马可来看见耶稣，他怎么样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。耶稣他的故乡是在北边的加利利的加百农，但是是在那个拿撒勒，但是呢，他活动的范围呢，主要在加利利海的北边的加百农。我们从符类福音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看到了耶稣，他来医病和赶鬼。有一个事情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的，就是他医好麻风病人。这张照片是近代的这个麻风病人的照片。长了这个麻风病人免疫系统会完全的shut down， 而且你的皮肤会溃烂，而且呢你会失去那个痛觉你的神经都会失去作用，所以甚至这个麻风病人是会传染的，所以没有办法接触。但是呢，耶稣他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载，耶稣就在加利利湖的一个城呢，遇见了一个全身是麻风的病人。这个麻风病人被人隔离，可是他一看见耶稣就大叫：“主啊，只要你肯，你能够使我洁净。”耶稣怎么做呢？13节，耶稣就伸手去摸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我肯，
你洁净吧。那个麻风病人病就好了。耶稣要他不要去告诉人，只要去给祭司来查验。但是那个人呢，就把这个耶稣医他的事情呢传开了，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开了。符类福音呢又继续讲到，下一个事情，也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载的。耶稣也是在加利利湖的附近教导，在各乡镇和犹太地区，而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，还有这些的经学士也在旁边。而有几个人呢，抬了一个瘫痪的病人。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知道说，有4个人，这个瘫痪的病人他已经半身不遂，不能行走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拆了那个房子的屋顶，然后用布把他的朋友垂进去。而当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那瘫痪的病人说：“朋友，你的罪赦免了。”好，你的罪赦免。所以耶稣看见这个被抬进来的朋友，他的信心，这个瘫痪的病人，他的信心感动了他的4个朋友，加起来5个人。所以信心的关键就是从相信到行动。好，从相信到行动。而耶稣说：“朋友，你的罪得蒙赦免了。”可是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说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好，耶稣是谁呀？竟敢说这种狂妄的话？除了上帝以外，谁能够有权赦免人的罪呢？”22节，耶稣看穿他们的念头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想？对病人说你的罪对病人说你的罪赦免容易，还是对病人说起来行走容易呢？”好，耶稣告诉法利赛人经学士说：“我要向你们证明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了。”很多的时候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是世人眼中的义人，但是呢，从这段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眼中的义人呢，却有可能是上帝眼中的罪人。义人并不是天生的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好，但是呢，你的孩子会不会一出生就是基督徒？那他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？他要拿出信心，从相信到行动。你的阿公阿嬷是基督徒，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你会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？也不会。你需要来承认自己需要耶稣，得蒙耶稣的赦免。义人不是天生的，义人也不是透过学来的。哇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、经学士，他们用他们的教训去教导人，然后让人学他们的这一套，他们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可是他们学啊学啊学到最后，他们呢是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，2个都掉在坑里面。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表面很敬虔，他们很爱他们的国家以色列民族，那甚至反对罗马希律的统治。他们虽然得到犹太百姓的尊敬，深得民心，可是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能知却不能行。所以当他们受到耶稣的谴责，还有文士和律法书，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呢，他们却是所学的呢，却不是从神而来。那我要问大家，义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义人？义人的条件是悔改的罪人。好，请说一次：义人是悔改的罪人。义人是悔改的罪人。你要成为义人，上帝眼中的义人，你要先知道自己是罪人。知道自己是罪人之后，你还要经历悔改。这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。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罪人，他怎么样的悔改，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。这个主角叫做利未。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，当耶稣医好那个麻风病人，当耶稣使那个瘫痪的能够起来行走，这些事情以后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。耶稣出去看到一个收税的人，名叫做利未，他正坐在税关上面。耶稣只对他说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来跟从我。而利未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起来，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纳闷，难道耶稣会施行催眠吗？还是耶稣在这个人身上下了什么样的魔法？为什么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，然后利未二话不说，没有第二句话就站起来就跟从耶稣呢？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的符类福音的前面的经文，知道原来是耶稣他医好那个麻风病人，他四处的去宣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作为，还有耶稣医了那个瘫痪的人。所以在加利利湖这四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他有医病，
而且还有赦罪好的权柄。好，还记得这两个关键吗？医病跟赦罪。所以会医病的耶稣，会赦罪的耶稣，他主动的来到利未的面前，对他说一句话：来跟从我。这时候利未他早就听到耶稣的名声，知道耶稣能够医人的病，还知道能够赦免人的罪。而利未呢，他不知道有没有病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他后面的作为知道利未好，他做了几件事情。只要讲利未做了4件事情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下利未他的工作是一个税吏，圣经翻作税吏。在当时的罗马税吏有3种阶级，一个是在中央，就是在罗马帝国；一个是地方，就是在罗马的各省；一个就是在各省当中的这些办事员。而利未呢，他就是第3种，税关的稽征员，是这个税务的行政人员。他的上一级呢是地方的税吏长，是谁呢？就是撒该。所以撒该呢，他就是住在耶利哥。他是一个税吏长，那中央的呢，就是在罗马帝国当中，是中央的官员。虽然利未他的职位不高不大，但他算是个公务人员。而利未呢，当他遇见了耶稣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利未二话不说就起来就跟从耶稣。可是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做了好几件的事情，是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他做了什么事情。2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黄色的字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，许多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宴会。利未他不是要去跟随耶稣了吗？不是要去做耶稣的学生吗？他为什么要请客呢？又不是要嫁女儿，又不是要娶老婆。利未却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而且这宴会来的客人呢，好是谁呢？他圣经写税棍，税棍这个字呢，表示说这一些收税的人，其实他们都不是手不干净，他们都是手不干净的。就他们所收的呢，好都会中饱私囊，他们都会像那个撒该一样，因为我们读到撒该知道，撒该也去讹诈别人，好，他利用这个工作，利用这个职务呢，好，常常把他经手的钱，好就会藏一些钱，好，所以撒该比这个利未呢更有钱，好更有钱。但是利未呢，好，他去跟从耶稣，因为耶稣呼召他，好来跟从他。他知道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所以他要跟从耶稣以前，他也为耶稣办了一个福音餐会。这个福音餐会呢，就是邀请他过去的同事朋友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大家都是一样手不干净，好做事情呢，好不正经。所以说，耶稣赦免了的罪，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呢。所以只要我们来跟着耶稣，我们身上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他们一起的吃喝，办了一个福音餐会。这个福音餐会呢，好，想必大概好跟这个一样的豪华大餐。这个福音餐会呢，好，利未的目的是什么？一方面他可能要跟他同事再见，一方面他也希望跟他一样的同事，你们也来认识这位耶稣，也来听听这位耶稣他的教导，他的道理，让你的罪、我的罪、我们的罪，都可以因着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好，从南部来的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、经学士呢，哇，越看好越火大，甚至他们跑来敲利未家的门，把耶稣的学生门徒叫出来，斥责他们说，埋怨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跟税棍、跟这些的罪人、跟这些的坏蛋一起吃喝呢？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他们是我们犹太人的吸血鬼，专门都是出卖自己的同胞，为政府在做事情。他们就是我们根本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好的这个叛国贼。你还居然跟他们在同一个桌上，你们真是可耻啊！你们真是丢脸啊！丢我们以色列人好犹太人的脸啊！但是在法利赛人、经学士好非常愤怒当中呢，耶稣却回答他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31、32节红色字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。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
而是要招坏人悔改。好，这个罪人的意思就是坏蛋，所以利未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他的同事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可是不是个好东西，耶稣却来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这个不是好东西的坏蛋呢，他就起来跟从，而且还办了一个福音餐会，邀请他身边所有的坏蛋。我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接受耶稣，让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利未他做的这件事情呢，好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成功。怎么样说他成功呢？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平常都不会去教会，这些人他们可能平常他们都不会去上教堂，不会跟神祷告，因为他们做了太多昧着良心的事情。他们的心呢，可能被金钱给吞噬了，可能在这个职场上面这个浮浮沉沉呢，好，心呢，好，都已经被吞吃了，他们的良心已经失去知觉。可是呢，当耶稣呼叫利未邀请他们同伴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病了。我们原来知道自己有生病了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生病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有病需要去看医生。很多人生病了也不愿意去看医生，他想说用各样的方式吃药，好，病就会好。好像我也很怕看医生，怕看什么医生？牙医。好，所以看到邱医师呢，好，都要邱医师好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你越不去看去处理你的病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好，他越容易好，病菌就会藏在那边。很多的时候，好，有一些人我身体就好，我就健康的，身体健康检查，不用身体健康检查了。好，你看我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好，身体好得很。可是呢，一去健康检查之后，发现什么？满江红，哇，这个也高，这个也高，这个也高。但是他因为害怕，好，这个数字报告我可能看了医生之后，开始要怎么样怎么样之后，好，所以干脆一开始就逃避。很多人心态也是这样，我如果去见耶稣，耶稣会看到我全身都是罪。我如果去见耶稣，耶稣就会知道我的底细，他就知道我的不堪，他就知道我过去所做的这些的坏事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能够不要看到耶稣，越不要看到他越好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利未他存着侥幸的心态，一辈子好过这样的生活，过这样的日子。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犹太人，是利未，是雅各12个儿子的老三，就叫做利未。可是耶稣来找到他，对他说：“利未，来跟从我。”利未起来跟从。后来利未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利未办了福音餐会之后，他开始跟着耶稣到处的行走，耶稣去到哪他就跟到哪，所以他就在旁边记录耶稣所做的各样的事情。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利未还有个名字叫做什么太？马太。原来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？就是利未。这个利未的前身就是那个干那个见不得人、好吸血鬼的利未。可是他最后留下什么？马太福音。如果你读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，记载最完整天国的8福，记载的最清楚的就是马太。原来耶稣看中了马太他身上的恩赐，他可能因为做这个税吏关系，好，他书写，好，他记录，他的数字，他的记忆非常的好。耶稣说的话、教导的教训、撒种的比喻、珍珠的比喻、稗子的比喻，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一连串啪的个比喻，没人记得住，利未都记住了，他写在他的马太福音当中。耶稣呼召的这个利未，让他在天国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而这个利未他跟从了耶稣，成为今天世人在读马太福音当中所认识的耶稣。在利未的心中，他的耶稣是一位君王，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有看到马太福音的耶稣是一位王。在利未的心中，这位王居然来到我的上班的办公室的面前，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说：“嘿，利未，来跟从我。”这个王居然叫我能够跟从他，所以利未的心中
总统居然来找我，叫我去他总统府里面跟他一起上班，要不要去？去啊！我今天在这边已经做这么久了，我再来可以跟着总统一起出去工作，他当然去啊！所以利未很会算，很聪明，他选择放下一切，就跟从了耶稣。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病的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健康的，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。因为在他办的福音餐会当中，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经学士，好来骂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就用这句话说：“他来不是来招义人悔改，是来招罪人悔改。”在这次的福音餐会之后，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第5章，你继续往后读到路加福音的第19章，会发现税吏长谁出现了？撒该出现了。撒该在哪一个城？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已经到了中部啊。耶稣来到了中部，可是呢，离这个他是地方的官员税吏长，可是耶稣只是经过耶利哥城，这个税吏长呢，好是所有税吏当中好已经是一个主管的，好是一个主管，好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地方的主管，可是他却想要来看耶稣，他跟利未一样。听到了耶稣的名声，知道耶稣可以医人的病，还可以赦免人的罪，所以他因为知道说他满身是罪，他满身是污秽，即便他家很大一间，但是他的围墙更高，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里面，他还不想让小偷进来，而且经过他家撒该家门口的人都唾弃他，因为他是吸血鬼中的吸血鬼，专门赚自己同胞的钱，好做这个黑心的钱。这个撒该呢，知道耶稣来了，因为长得矮小，爬到树上去。可是耶稣的学生一群人却走到这棵树前就停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赶快下来！今天我要住到你家，我要住在你家。”哇，这个对撒该来讲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好，这个耶稣居然要来住在我家，好，因为他说：“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这句话是对谁讲的？撒该讲的。撒该为什么会听到耶稣这句话？是因为利未在几个月前办了一个福音餐会，撒该他的心里面的种子发芽了，所以他真的就下来。然后呢，他一下来之后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把我的财产一半怎么样分给穷人。”他马上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我要把我的财产，这些财产都是骗来的、诈骗来的，我把一半分给穷人，剩下的一半怎么样？我过去如果骗了谁，我就4倍还给他，赎自己的罪，4倍来还给他。好，所以撒该可能在那一天之后，好，他身上就没有钱了，好，因为他一半已经给穷人，另外一半拿去赔钱。但是他可能成为那个耶利哥城当中最受到穷人欢迎的人，他可能成为在耶利哥城当中最被大家尊重的一位义人。本来是大家眼中的罪人，却因为遇见了耶稣，在遇见耶稣之后，他成为大家眼中的义人和善人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你可能不是个罪人，你可能已经是好几代的基督徒，可能你对基督徒来好几代基督徒来讲，你从出生从长大都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亲子室当中有很多的婴孩，现在在那边也在听牧师讲道，其实他们都不晓得，可是他就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就是在教会里面，礼拜天这个时刻他的生理时钟就是要被带来教会，礼拜天就是属于上帝的时间，他不会去庙里面，他也不会去做坏事，可是呢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觉得外面的人都是罪人，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义人，但是我们眼中的罪人，却有可能在上帝的生命册当中成为义人。How？ 上个礼拜玛利亚问 How？ 这事怎么能发生呢？怎么一个罪人、罪棍、税棍、这个税吏，他居然能够成为门徒，还成为马太福音的作者 ？How？这个事情怎么能发生呢？
因为一个福音餐会，因为一个利未摆了这样的宴席，开放自己的家里，邀请他身边的人来接受耶稣，成为他们的救主，让耶稣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利未和他的同事，好，圣经说一大群的税吏。这个故事你要看得精彩，好，只有在马可、路加看得到。可是你在马太，就是利未自己写的马太福音，同样记这个事情呢，记得非常的简单，好，记得非常的朴素。他甚至你都不知道，原来你就在讲你自己的事情，你真的看不出来。他也没有说大摆宴席，他只有说好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。可是马可、路加让我们知道，利未是付代价，为了他的这些罪人的朋友们能够遇见耶稣。因为耶稣这句话深深打动利未的心，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，他来是要来呼召罪人。所以耶稣真的说到做到，呼召来到了利未的面前，呼召他，又来到他的老板撒该的面前，来到树下呼召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身边有罪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学像耶稣，去到他的面前。你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他没有犯罪，而是你要能够带着耶稣说，人子来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救恩要临到他家了。现在是一个悔改的季节，现在是一个悔改的时刻。过去上个礼拜一，好，有没有听到打雷？好，俗话说春雷一声响，后面呢，黄金千万两。好，为什么春雷一声响，黄金千万两？24节气当中，好的节气叫做惊蛰，好，惊蛰。台语叫做惊蛰，好，惊蛰，好，很多人都不会讲，好，来让大家练习讲一次惊蛰，惊蛰，惊蛰若是雨大雷，早当五谷好收成，旱钱撒到丢大水，做长兄弟笑眯眯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惊蛰的那一天打雷，那一年的农作物呢，都会有好的收成，因为不会缺什么，不会缺雨。好，那还有一个传说，惊蛰前就打雷，会连下49天的雨。好，今年呢，好是礼拜一就打雷，礼拜三好才给地到。好，所以今年雨水可能会很多。好，所以按照24节气过去的这些农民的智慧呢，好，他们说今年雨水会很多，好，要小心有水灾。好，但是呢，至少黄金千万两，好，因为不会缺水，缺这些的养分。而惊蛰呢，打雷是要叫醒谁？虫，对，虫都在土里面干嘛？冬眠啊。好，但是他没有看在外面的太阳，他怎么知道外面的春天来了呢？土里面也不会很冷，也是很温暖啊。但是他怎么知道外面春天来了？就是那个雷，春雷一声响，虫就出来。出来之后呢，就变鸟的食物，鸟呢就有养分，好，就开始撒种，好，到处飞，就开始百花齐放，春天万物就开始这样运作起来。上帝的话也像是打雷，圣经哪里有写？出埃及记，当上帝叫摩西到西乃山上颁布律法诫命的时候，上帝在山上说话，在山下人听起来像什么？打雷啊，像是在打雷，听到的是闪电雷声啊。所以这个春雷其实也是神的话，让我们在春天，昨天开始读路加福音。好，我先来调查一下，昨天、今天你已经有在读路加福音的，请举手。好，举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还没有举手的人呢，好，要记得春雷一声响，黄金怎么样？好，如果你想要千万两的属灵的黄金，赶快今天回家，还有我们这个周报上面的灵修笔记，赶快拿起来读，拿起来写，才会有黄金什么千万两。你的属灵的生命才会堆积财宝在天上。你眼中的罪人，因为春雷一声响，黄金千万两，我们开始用神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。你要开始在自己的家里面
利未，他听到耶稣来呼叫他，就是他生命中的春雷。春雷呼叫他，他第一件事情起来跟从，就是先回家整理好自己的家里。好，我们在这个礼拜，好，3月份我们开始透过教会的大扫除，这是上个礼拜天，好，牧师去楼上拍的，还有昨天，好，在这个地方青年礼拜结束之后，我们的青年也在这边来打扫，整理自己的家里，是要欢迎谁来？欢迎客人来。客人是什么人？罪人。所以你今天在这边拿扫把、拿拖把、拿扫具，为什么叫我？有的人说为什么叫我？我都还要这么忙，还要叫我来扫教会。你要想到，你今天拿扫把、拿拖把，是为了欢迎罪人可以来到上帝的家中，欢迎他们能够进到上帝的家中。阿们。你今天来这边打扫，不是为了一杯饮料。昨天青年还好，还更好，还有鸡排。你不是为了这个东西才要来打扫，而是为了要欢迎罪人能够来到家中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为耶稣怎么样？大摆宴席，为了要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饱足，让他们知道不是只有来吃。人吃了还会喝了还会再渴，吃了还会再饿。只有耶稣是生命的水，是生命的粮，吃了就必定不渴，永远不饿。这个福音餐会、福音茶会，就是要让每一个罪人知道，耶稣能够让你不再饥渴。以前他可能都去外面满足自己，以前都去外面去干坏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偷偷摸摸做人家不知道的事情。可是当他悔改遇见耶稣之后，他有生命的粮，生命的活水，就不再饥渴，不再饿。好，刚才有报告，我们在透过小组长会给我们每一位组员有这个认领的卡片。这个认领的卡片呢，就是你要找出3位你想象你就是利未，然后你要为耶稣办福音餐会宴席的时候，你要请谁来吃饭？好，就这3位就好，不用30位，也不用300位。好，3位，好，3位只要能够有1位能够来参加，你就是这样，今天救恩就临到他的家中。人子来，你也成为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你也成为人子去寻找在你身边当中那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，好，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，但是你带领他。或许将来他就写了一卷马太福音，或许将来他可不好就成为迦南教会的牧师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有可能啊。或许将来他成为迦南教会的长老执事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我们的14位长老当中，就有义军长老，他就是以前都在外面流浪好，但是呢，现在他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，成为教会里面的长老。立珠长老也是啊，以前他都不是在教会当中长大的。我们的长老很多都是基督徒的第2代、第3代，但是我们也有长老是第1代的基督徒，也有牧师是第1代的基督徒，他们也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，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，而有一大群的人，好，这些利未的同伴，好跟随他们。我不晓得这个影片能不能放，好，可以帮我按看看吗？好，有可以放，好，帮我开个声音。如果今天的利未，他可能会邀他的同事，我们来去参加教会的古坑退休会。他可能会帮他的同事缴报名费，因为他摆一个宴席。在这一次的退休会当中，我们总共会有吃中餐、吃晚餐、吃早餐、吃午餐。好，你至少会有4餐的时间，跟你的这些朋友、福音朋友，跟他们一起吃喝。在吃喝的当中，可以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；在吃喝的当中，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福音，甚至透过去参观教会也好，去听教会的见证的分享。你只要帮他预备邀请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他有可能在这游览车的当中，他就看到基督徒的喜乐，可能其中的一首诗歌感动了他，让他发现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，然后也让他能够在这样的活动当中跟基督徒越来越接近。你就成为那个利未，成为那个马太做福音的桥梁。
好，虽然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报名费很高好，3300块。好，如果我们加4个人就要多少钱？4个人就要13000多块。好，但是好，这些的钱好，当我们是为了传福音，好，上帝就会供应我们；他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好，上帝就会来促成这些的事情。所以退休会不是只有出去玩，好，退休会是福音的行动。跟你旁边说，退休会是福音的行动。退休会是福音的行动。退休会就是最好的福音餐会，是一个传福音、做见证好的机会。好，这些是需要付代价的。利未他要帮助撒该信主，他也付上了代价，他也花费了金钱、耗费了时间，让耶稣来到他的家中，让他的朋友都能够遇见耶稣。好，我们给利未一个掌声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，好，利未呢，好，他真的抓住那个季节，春雷一声响，黄金1000万两。好，可能利未一天到晚在算钱，他手上经过的钱很多，看到谁拿，好，看腻了。可是他真正要看到的是那个灵魂的得救。过去好，他是算钱，可是现在他是在抢救灵魂，像是彼得一样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要得人怎么样？如得鱼。”以前彼得是在算鱼，利未是在算钱。可是呢，他们现在都是在变成耶稣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工作在算什么？算命、算时间，还是在算体力？好，你的工作不论你在算什么，但是耶稣也呼召你来跟随他，你就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。跟你旁边说，耶稣呼召你来跟随他。在这个礼拜，我们有小组的分享，好，当中你可以来分享一位你心目中的义人。这个义人他曾经如何的悔改，而你也可以来思考，一个罪人要怎么样真实的悔改，才能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。但是在世人眼中的义人，如果没有悔改，是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哦，可能是上帝眼中的罪人。在我心目中的义人呢，就是在1872年3月9号，请问今天几月几号？3月9号来到台湾的谁？马偕。马偕呢是在153年前3月9号，就是今天下午3点，他登岸淡水。当他到达淡水之后，之前呢，其实他是住在加拿大，然后后来去到了这个去读了神学院，然后他坐火车离开，来到了这个旧金山。到了旧金山之后呢，他又坐船来到了中国，到了上海，到了厦门，厦门又坐船来到了高雄打狗，又从打狗来到了虎尾，虎尾叫做淡水。好，他到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一天1872年3月9号的日记，好，他自己说，有一个宁静清晰的声音说 ：“This is the land。”这个地方就是了，好，这个地方就是了。所以他3月到，他就在虎尾淡水，就在那边开始来传福音。4月份有一个秀才叫做严清华，好，严清华。好，据传是严集会长老的祖先哦。好，同样都姓严的。好，但是这个严清华呢是一个秀才，这个秀才呢，好就来跟马偕辩论。好，这个严清华说：“我们是读书人呢，你们是什么？安摩欢呐，是还呐啦。还呐意思是什么？没有读过书的啦。好，没有读过书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严清华自认自己读了很多的四书五经，他觉得自己是义人，而那个马偕呢是个还呐，好，是个没有开化的。来，让我来教你什么叫做中国的四书和五经。好，结果呢，一连3天跟马偕辩论之后，这个严清华吓到，你知道的比我多太多了，甘拜下风，老师接受徒弟一拜。严清华就跪下去，好，跟拜马偕为师。4月份哦，好，这是4月份。到了同一年的5月份，马偕来的2个半月之后，马偕的日记里面记载严清华第一次的祷告。
好，那一天呢，马偕日记上说，晚上的时候，我要求阿华基豆。那时候阿华坐在一个很旧的竹椅子上，好，那时候台湾人都坐竹子做的椅子，那张椅子只要轻轻的这样摇动，就会发出叽叽呱呱的声音，好，嘎嘎作响，可怕的声音啊！阿华一听到我要他祷告，他怎样？立刻屈膝跪下，然后抓着那个椅子，好，上次有讲过，就一边祷告，好，推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开始他的每一个祷告。马偕也把他的徒弟的祷告文都写在日记里面。他怎么祷告呢？阿华说：“你是真神上帝。”在几个月前，好，他那时候的台湾话是什么？那时候没有讲国语的，那时候都讲台湾话。万无是使你，帮助阮会当更加明白你，因为阮知阮的同胞所服侍的偶像，袂当拯救阮的同胞的灵魂，对阮的心底的深的所在。感谢你将该牧师马偕牧师带到台湾来，请圣灵帮助阮来，互侪人会当归向耶稣。我的了解真少，但是上帝帮助阮，这是阮心所愿就是阿门的意思。阿门，这就是阿华第一次开口的祷告。有没有敬虔？有没有敬畏？完全的抓住重点。日期是5月24号，马偕3月9号来的。5月24号，2个半月而已，他的徒弟开始会对上帝祷告、认罪、悔改。后来马偕透过他的徒弟约了更多的徒弟。阿华他信耶稣之后，他也办了福音餐会啊。不晓得他可能也是用他的办法去办了很多的邀请他的朋友。都来做马偕的学生，所以去年的11月，我们有去到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真理大学，然后呢，牛津学堂，有没有在前面拍张照片？你不要小看这样随便拍张照片，150年后，这个照片哇，非常的可贵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淡水，或是有机会参加退休会的一张照片，或是福音餐会当中的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100多年后都还会讲故事，都还会做见证啊！马偕办了很多次的退休会啊，走路的啦，左上角是有牛的啦，右下角是搭船的，右上角那是在哪里？花莲，那是在海上，那不是在淡水河。右上角那个是在太平洋上面在划船，从花莲经过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苏花公路啊。所以他们要从宜兰去到花莲，必须要划船过去啊，路过不去，他也跟着原住民噶玛兰族划船就过去。他这样带着学生去，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要把福音人子来，我要怎样寻找，还有呢拯救失丧的人。他要去寻找他们，主动来到他们面前。他不可能说我在护尾淡水开完教会之后，枫木安利牧师好，我没有事情退休没有，还是要出去，还是要行动。还记得一开始讲到那个瘫痪的人吗？他如果都在家里面，或是躺在地上等耶稣自己来找他，他要等多久，他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？不知道。可是他的4个朋友帮助他，相信加上行动，那一天他不仅是病得到医治，还罪得到赦免，他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今年是迦南教会60周年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同时在进行，但是每一个计划、每一个活动，包括乒乓球也好，包括虎头山也好，包括退休会也好，包括去环岛也好，包括共读路加福音也好，哇，你会发现教会好忙啊，好忙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但那只是一个春雷一声响，后面会带给你的是什么？黄金千万两。当你开始动起来，当你开始愿意参与在这当中，你就会堆积财宝在天上，堆积财宝到天上。所以让我们一起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，为我们能够在复活节前这46天，我们的灵修来代祷，求上帝帮助我们
能够在今年的复活节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。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在福音餐会要邀请的属灵朋友 Best 这些属灵的朋友，为他们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建立桥梁的关系，为他们来祷告，为他们来预备。或许他们来参加4月26号的福音茶会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；或许他们参加了虎头山的这个登山活动，他们就遇见了耶稣；或许他们是要去参加5月17、18到古坑的退休会，搞不好走在鹿港老街上面，他们就相信了耶稣。你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，上帝各造其物，各按其时，使其成为美好。只要抓住一个你能够做的，但是不要什么都不做，不要什么都没有参加。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参加，就是还是继续在土里面，把那1000两留在土里面。但是那个5000两的，他是拼命的做，拼命的做，他就黄金1000万两。最后我们也为这个来祷告，就是在迦南60周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和罪人来分享生命的宴席。即便你只是拿一支扫把在扫地，拿一块抹布在擦玻璃，但是这都是在为神预备欢迎罪人的来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路加的记载，让我们认识了利未这位马太，是耶稣12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位。谢谢你让我们从利未的身上看见一个罪人，他的生命不会绝望。当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，耶稣的光照他，让他的生命开始起来跟随。主啊，求你呼召我们的生命起来跟随你。在春天来临的时刻，求你呼召我们起来快跑跟随你。也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来祷告，为我们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儿女们来祷告，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。主啊，让他们都能够成为悔改的罪人，知道自己需要耶稣才能够得救，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改变，成为上帝眼中生命册上的义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柔美，你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悔。翅膀影响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，你许不要动，自始至终永不落空，未来在你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我要请大家在这个时候来闭上我们的眼睛，
如果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是个罪人，你还没有看见自己需要主耶稣的救赎，我要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，我要祷告求圣灵来进入你的心中，让圣灵的光照你，让你看见你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能够靠自己来得救的，在上帝的面前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来通过审判的，而唯有靠着上帝所差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，你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，你的软弱才能够成为刚强。即便你患了麻风病，你对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医治我。”人子来会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吧。”或是你那个下半身瘫痪，不能行走，但是你愿意和你的朋友采取行动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也会对你说：“朋友，你的罪赦免了，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吧，回去吧。”耶稣乐意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，并得到医治，罪得到赦免。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自己的罪来祷告，求主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得到洁净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病，因为你是上帝所差来的爱子，在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你有医治的大能。主啊，当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，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；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，你就要使我们的腿能够刚强起来，就能够起来行走。主啊，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要来跟随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赦免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知道我们的意念。主啊，谢谢你愿意垂听我们，听见我们的软弱，听我们的呼求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。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大家来祷告。当主耶稣来寻找你、拯救你，还要来呼召你。当耶稣呼召你成为一位跟从他的门徒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回应耶稣的呼召，起来跟从他？呼召不是要你辞职不干，呼召不是要你变卖一切财产，耶稣呼召你，要你为他成为福音的桥梁，带领你身边的朋友，使上帝的家干净，能够使上帝的家里面有更多的罪人能够来到上帝的家中。你是否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？是否愿意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、父母、儿女、朋友、弟兄姐妹，还没有信主的同事，成为他们的守望者、代祷者，带领他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？有一天你的老板会相信耶稣，成为基督徒，是因为你为他邀请他参加福音餐会。有一天你的爸妈会受洗，有一天你所邀请的福音同伴会成为教会的小组长，会成为教会的长老，甚至成为一位牧师，因为你不断的在为他来祷告。求上帝垂听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这时候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为他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在这里要为我的家人、亲戚当中、亲人当中，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，为他们祷告；为我的同学们，为他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为我在身边当中还没有认识主耶稣，主啊，身边的人来为他们祷告守望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能够成为他们与神耶稣之间的桥梁。求你使用我，能够带领他们，能够遇见主耶稣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，让我们成为每一个利未，成为每一个撒该。耶稣，谢谢你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
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深柔烈，我已决定永远后退。你作为何等柔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残累，永远不后退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应许不要都自始至终，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当你找到我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如同你寻找利未，你呼叫撒该，今天你也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到我们的面前，呼召我们认罪悔改。你乐意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你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你更愿意我们起来跟随你。主啊，跟随你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是跟随你是一条祝福满满的路。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桥梁，让我们学习利未马太，紧紧地跟随耶稣，把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写下来，把耶稣所说的教导都能够融会贯通，都能够帮助人来认识。让我们的身边的同事、朋友、同学、亲人、家人都能够因着福音参会、福音的行动，都能够他们的病得到医治，罪得到赦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门徒，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学生，让我们能够继续跟随马街的脚步，能够把上帝的福音祝福一代传承给一代，如同在台湾150多年来，教会一代传给一代。愿上帝你赐福与我们同在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成为悔改的义人，使你们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，使你们义人的路是光明如同日午的，使你们义人的生命是能够为主发光，荣神益人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，重担都变为轻省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，重担都变为轻省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拍掌，将荣耀归我们的上主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，让我们彼此的请安，彼此的祝福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那再次提醒大家，在49号的1楼有3月30清明追思礼拜的登记名单。如果你要追思你的亲人，已经过往的亲人，好，请你在那边来做个登记确认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。